相信今年第1号的风台黄蜂昨暝形成了，气象局研判，这个风台冲到台湾的几率无悬。这个礼拜日是风台上挖进台湾的时阵，台湾的东部甲南部可能会来落雨。后礼拜1、拜2黄霜雨的雨面会来到台湾，到时阵这个风台甲黄霜雨互相影响，大家就细致恐惊会落大雨。全台拢是好天气。 日是高温烧热，但是到周末就要变天啊！今年第1号风台黄蜂拜2暗时生成，目前位置伫高南边东南方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前进，威力是轻度风台，无排除机会增强。但是因为受到高压的影响，路径会转北，对台湾影响会较细。 接近我们的时间应该是在礼拜天哦。那它的外围云系按照目前的预报，在礼拜6、礼拜天可能会为台湾东半部带来一些降雨。以美国、日本甲台湾预测路径来看，拢往北通过台湾东部海面，嘛因此对台湾的影响相对较轻。欧洲预测有机会扫到恒春半岛，但气象局表示，今日明仔2天是风台威力走势关键，还阁需要观察。不过因为10月开始。 梅雨方面来，等于对周末开始到后礼拜2，台湾拢有机会出现大雨。各地的天气从下个礼拜1开始会转成比较多雨的天气形态哦。那礼拜2锋面甚至直接就是直接抵达我们台湾上空，受到锋面影响，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。 风台是毋是甲梅雨互相影响，也阁需要观察。但是这波梅雨移动的速度较慢，恐惊伴随较强的西南气流，到时阵雨势免会轻忽，比起风台更加要注意。